美国职棒大联盟明星外野手哈波签下天价合约转战费城人，2日将首次回前东家华盛顿国民主场比赛，话题十足。网络上流传球迷由爱生恨，恶搞哈波球衣的各种创意。26岁的哈波 Bryce Harper 是国民队栽培出来的超级球星，过去7个夏季他以华盛顿特区为家，打了474场主场球赛。他认识这里的每一个球员、教练、管理阶层、球场厨师、保全甚至停车场管理员。但这次回来，哈波穿上了敌人的球衣，进入球场之后，他将走向对面的休息室，踏上红土时，国民队及全场球迷会如何反应，成了2日这场费城人对国民之战最值得关注的焦点。身为新人王、年度 MVP 得主，6度入选明星赛，哈波去年季后成为自由球员，以13年总值3.3亿美元，约新台币101.8亿元的天价合约转投费城人，换算年薪约新台币7.8亿元。球队的看板人物变成敌人，这种例子在职业并不少见，但场面会如何仍然引起媒体好奇。有人认为，球迷会向哈波致敬，感谢他过去几年来的贡献，球队也可能准备回顾影片，但有人说哈波一定会被高分贝的嘘声笼罩，各种挂着金钱符号前的嘲讽海报都会出笼。哈波本人则是轻松以对，他今天向美国媒体表示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我觉得可能各种声音都会有，我认为我应该会得到鼓掌欢呼，我真的这样想。但我想也可能被嘘，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哈波说，我猜啦，通常被交易的球员回到前主场，会比自由球员离队的要受到欢迎。我不知道会怎样，也没有特别预想什么，但我很期待。哈波来到费城人之后，开季3场比赛敲了2支全垒打，帮球队拿下3连胜，成了费城主场的英雄人物。反观国民队前3场比赛输掉2场，观众席上很多球迷已经在球衣上做文章，表达对哈波离去的不满。推特上流传的照片中，有人把哈波的34号球衣继续穿在身上，但号码上方的名字竟然挖了一个破洞，有人直接用麦克笔把名字背号都杠掉，直接改支持别的球员，有人直接用喷漆打了一个大叉。将近20年前，前洋基球星 Rod 罗德里格斯 Alex Rodriguez 也遇上类似的处境。他在2000年球季结束之后，离开效力多年的西雅图水手，以10年2.52亿美元的合约转战德州游骑兵队。一样是转投痛分区的敌手球队，Rod 曾说，对我来说，特别是情感上，重新回去比赛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过去亲如家人的队友，支持你多年的球迷，现在都变成了敌人。